田径是一个很孤独的运动，你必须要专注在你自己的跑道上。很多的时候，你是要跟自己来对话。如果你想赢，那就再坚持一下。小时候会比较把父亲当作是一个英雄吧，就是说哦，我以后可能也要像他一样这么厉害。那时候就很向往，也很憧憬田径这个运动。因为我是从这一个路程走过来的人，而且田径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因为我是希望他走棒球这个项目啦。是他在国3的时候，他坚持他要练田径。没有正规训练嘛，他只有一个跳远好像第6名。我第一个心里的想法就是说，这样的成绩要送到哪里去？就是厚着脸皮就跟大甲高中的教练说，小孩子想要练田径啊。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也会想说，哦，原来我父亲以前在这个学校，他也在这边训练过。我自己当然心里想说，那我也不能让我父亲怎么丢脸这样子，累是真的很累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日子是快乐的。这一面是2019年的卡达杜哈亚运，这个陈杰获得400中栏的银牌。他有这样的成就，当然我真的很高兴了。赞美的话，我就很少哦，我也忘了有没有讲哎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表达的跟鼓励的方式不同啊。民国98年全中运，那时候我高2，我在个人单项还没有拿过前3名，准备要比赛了。那我父亲就站在看台上，他叫我过去跟我讲说，他都没有在这个比赛上拿到很好的成绩，然后他希望说我能够就是表现得好，然后拿一个金牌。因为可能父亲以前都是比较一个有威严的形象，但是他那一次就是突然变得有点铁汉柔情的那种温馨的那种语气，就很感动。很感动。那次比赛就是后来有拿到金牌啊。我知道父母都会比较心疼孩子，但是我自己知道说，在这条路上我一定要更努力，才能够超越自己。